港澳嘅朋友，今日真係揞住個良心同你講句真話啊！想向中山買公寓，咁啊真係最驚咩啊？最驚係配套畫大餅嘛！係咁，今日就同你畫個大餅。我哋而家中山108天宇係政府項目，我哋樓下就有港澳直通巴直接返香港，或者去到港珠澳大橋。驚樓下冇配套，已經招緊商啦。咁你想要咩嘢商業啊？你同我講，我同開發商講。咁啊，仲有咩啊？地鐵上蓋物業啊！樓下5分鐘就有地鐵，你想去廣州，落到樓下只需要15分鐘就可以到達廣州。樓下嘅商業有幾方便幾發達，你咁就睇你買得幾快啦嘛。覺得樓下冇配套，啱啱開始啫嘛。咁樓下已經有美宜街啦，咁你覺得仲係要等？咁我哋唔想自己住嘅情況下，唔係有津柏公寓咯，租出去咯，租到佢樓下有晒配套，唔係自己再住咯。你哋有見過公寓有綠化園林嘅咩？我真係未見過啊！呢個樓盤真係有接近50%嘅綠化率。如果你覺得其他樓盤有，你講我聽啊，我幫你買。咁重點嚟啦，咁我哋呢個47平方嘅可以做到2房2廳1衛嘅，嫌廁所少，咁呢個樓上搭多個套房都可以啊！你睇下咁大個落地玻璃窗，推窗就係園林啊！一眼睇晒，實率超級高。咁想要更多樓盤資訊嘅，或者更詳細嘅底價 ，PM 我 Gary， 仲送埋你全屋家私家電俾埋你啊！得閒帶你過嚟實地睇樓，越睇越爽，得閒飲茶。